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4年5月17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33篇12节到22节。约伯记37章第1节到13节。哥林多前书15章50节到57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承受上帝国。咱知影拄拄咧交往的男女双方，若听到对方的声，还是讲咧想到对方的时阵，心中就蹦蹦菜啦吼。圣经时常用男女双方的关系来预表着上帝甲人的关系。那歌书就是用这个男女的爱情来形容人甲上帝的关系。另外一种的情形，就是当人的行为无死正的时阵，听到警察啊，听到上帝的声，伊的心中都会砰砰菜。这种的情形，亲像创世记记载着亚当甲夏娃犯罪得罪上帝了后，当上帝临到伫爱甸园在画亚当的时阵，因就安尼心虚啦吼。心就惊，就迷起来。约伯的朋友以利户提到着上帝，伊就劝勉约伯着爱称赞上帝的大作为，因为上帝会当用这个雷电来惹抢惹天，互云彩来落雨，伊会当来冰这个海底，用来审判众人。相时上帝嘛会当赏赐食物啦吼，粮食啦吼。以利户继续咧讲吼，伫约伯记37章第1节到13节，圣经的记载讲，因为安尼，我的心勃勃菜，心中强要跳出来，着注意听上帝的声，听伊的嘴所出亲像雷在弹的声。伊会使若对天的这边射到对迄边去，使若会光照着天边海角，煞接有影浓彩的声，伊威严的声亲像雷在弹，使若一个死无停。上帝发出大个奇异的声，伊就做大的代志，咱袂当了解。伊命令雪落伫地上，嘛叫大雨饼落伫大地，伊叫人拢停止工作，互人通知伊的作为，百兽拢入血，秘伫因的洞内。大风对南边透来，冰冷会开对北方吹来。上帝本开水就坚冻，江河的水拢结冰，伊互密云积满湿气，对云射出死呐。伊照家己的计划，互云当息。佮互因伫地上完成伊所指定的工作，伊互这一代志发生，拢是为着要责罚，还是要显示伊的慈爱。这会通警醒的人，才会通进入伫并且承受上帝的国度啦吼。若无就会甲上帝愈离愈远啦吼，这是以利户咧提醒的。虽然圣经甲咱讲上帝救恩是赏赐互所有相信的人，但是呢，还佫有人无法度进入承受上帝的国度。迄就是遐个无属伫上帝生命品质无追求的人啦吼。保罗伫哥林多前书15章50节到57节，安尼讲着。伊讲兄弟姊妹啊，我甲恁讲，迄肉的体
袂当承受上帝国，捌会朽烂的嘛袂当承受袂朽烂的。我要甲恁讲一个奥秘，咱袂拢死，不过伫一瞬间、一万年久，最后的那把一个蛋，咱阁会改变。那把蛋死人会阁活，变成做袂朽烂的，咱嘛拢会改变，因为即个会朽烂的一定会变做袂朽烂的，会死的变做袂死的。当会朽烂的变做袂朽烂的，会死的变做袂死的，迄时圣经所记载的话就会应验，死互胜利吞落去啦。是啊，你的胜利伫倒位？是啊，你的毒气伫倒位？死的毒气是罪，罪的威力是对法律来的。感谢上帝，伊通过咱的主耶稣基督，互咱得到胜利。所以基督徒必须要脱离这种属肉体的性命，脱离这个罪，安尼会爱去闪开会朽烂的性命的追求，才会当进入伫迄个上帝国。这也是以利互提醒约伯的事，都要清楚来认捌上帝，要留心听，要思想上帝的作为，离开俗世的生活，进入上帝国，承受上帝国。诗篇33篇12节到22节，认上主做上帝迄个国真有福气，受拣选做伊的产业，迄个子民真有福气。上主对天顶得看见拢总的世间人，伊对伊的宝座看落去，看地上所有的子民，伊做正人的心，了解因一切的作为。君王袂因为兵多就胜利，勇士袂因为气力大就会赢。靠战马的无一定会赚赢，靠马的威力无一定会救人。上主的目睭看顾敬畏伊的人，眷顾仰望伊慈爱的人，伊会救因的性命脱离死亡，保存因度过艰远。阮的心神听服上主，伊是阮的帮赞，阮的盾牌。阮的心要因为伊来欢喜，因为阮倚靠伊的性命。上主啊，愿你的慈爱喜乐互阮，因为阮仰望你。感谢主赐恩互阮，求主指示阮日，就爱日暝来思想你的教导，明白你的旨意，跟对你的引带。感谢基督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